今日我個化妝師放假，我就決定要自己搞掂自己嘅樣。化妝之前我會簡單保濕打個底。我呢排咧成日去沙灘曬好多太陽，保濕真係好緊要。吸收底嘅時候我去換衫先。我陣間要去見一個好重要嘅導演，就要化一個好自然嘅妝。我呢排就好中意用 Bobbi Brown 嘅持久 cushion， 搽少少佢就好似磁石咁吸住咗喺你嘅皮膚 matte 嘅感覺，透薄，即係效度又好高，感覺上好持久。即係每日出街化咗係咁樣嘅顏色，翻到嚟都會有咁嘅顏色，就唔會有感覺氧化暗咗一度嘅感覺。其實我係一個好懶去化妝嘅一個人 ，cushion 就可以極速搞掂我嘅底妝，化住個妝去打 pickleball 都冇問題，真係好過喎。因為佢有弧形角度撳落去嘅時候，你唔會話拎咗好多之後印到好唔均勻，搽翻個嘴。着埋件褸，最後我呢班最新 finishing powder，個盒好似紫色雲石，分呢種顏色係亮，調和一啲比較黃嘅皮膚，啲毛孔都完全遮晒，眼底呢啲 U 型位置印到嘅下，成個就會 lift 咗，感覺上精神好多。咁呢個淡色手殘化妝教學就搞掂啦。